喺2026-27年度財政預算案入邊，政府提出要加速推動人工智能加嘅發展，強調人工智能唔單止係產業發展嘅動力，更應該廣泛應用喺社會唔同嘅層面，融入市民日常生活、學習同埋工作。基於呢個方向，你有冇留意到，其實人工智能正慢慢改變緊我哋嘅生活，甚至影響我哋理解資訊同作出判斷嘅方式。AI 已經成為唔同年齡層嘅學習夥伴，無論係幫你快啲掌握重點資訊，定係理解一啲比較複雜嘅內容， AI 都令學習變得更靈活、更自主。所以我哋所講嘅全民 AI 並非淨係講緊科技專業人士，而係希望普羅大眾都可以建立基本嘅 AI 素養，包括學習識得用 AI 嚟學習，識得問啱問題，同埋作出明智同負責任嘅判斷。隨住中小學、大專院校以至職業培訓同再培訓體系嘅逐步發展，香港正朝住一個更全面亦更具持續性嘅人工智能學習環境邁進。喺新時代之下，識得善用 AI 同 AI 一齊學習，已經成為面向未來嘅重要能力。點解我哋要講全民 AI 同終身學習呢？大家應該留意到，人工智能已經慢慢成為市民喺學習、工作同解決問題時嘅日常助手。研究顯示，成年人用 AI 唔係因為追新科技，而係因為佢真係幫到手。例如可以更有效率去搜集資料、整理重點，以及加快理解同學習嘅過程。你有冇試過用 AI 幫手做摘要、翻譯資料或者整理一啲零散嘅想法？呢啲應用令學習唔再受時間同地點限制。對於要同時兼顧工作、家庭同進修嘅成年人嚟講，尤其有用，因為可以更善用時間去學習。正因為咁，我哋所講嘅 AI 終身學習並唔係一次過學晒所有工具，而係培養一種持續學習、持續適應嘅能力。當面對新工具嘅時候，識得去試、識得去問，亦能夠判斷資訊係咪可靠。研究亦指出，對唔同年齡同職業背景嘅人士，特別係成年人同較年長嘅工作者嚟講，真正影響佢哋適應能力同職場韌性嘅，往往唔係識唔識某一個 AI 工具，而係有冇終身學習嘅思維同埋習慣。當然喺推動全民 AI 嘅同時，我哋亦要正視市民對私隱、安全同資訊可信度嘅關注。所以全民 AI 培訓唔單止要教人用得快，更加要教人能夠安全、審慎同負責任咁運用人工智能。其實運用 AI 學習可以由日常生活中最簡單、最實用嘅嘢開始，例如利用 AI 將一啲比較複雜嘅文章變成重點摘要，幫手規劃行程，或者用嚟做語言練習等。呢啲都係好實用嘅應用方式，而且好容易上手。透過呢啲簡單嘅嘗試，大眾可以慢慢熟習 AI， 亦會體會到佢喺整理資訊、加深理解同提升學習效率方面嘅作用。就係咁 ，AI 唔再只係工作工具，而係可以成為日常生活入面嘅學習助手。另外 ，AI 亦可以成為一個幫手思考嘅拍檔。當你有好多想法未整理好，佢可以幫你整理思路。當你遇到一啲較複雜嘅概念，佢亦可以用較易明嘅方式去解釋。不過，重點唔係完全依賴 AI， 而係用佢嚟輔助思考，最終都係由自己作出判斷。學習用 AI 其實都唔需要一個人慢慢摸索，可以同家人、朋友一齊試，又或者參加社區嘅 AI 工作坊，用結伴學習嘅形式，有助建立信心，從而減低對科技嘅距離感。對成年人同長者嚟講尤其重要。最重要嘅係將 AI 融入日常習慣入面，每日學一個小功能，解決一個生活上嘅小問題，慢慢就可以由唔熟悉變成識得用，再去到用得好，從而建立持續學習嘅能力。喺推動 AI 學習嘅同時，我哋亦必須正視佢所帶來嘅關注同憂慮。研究顯示，超過60%嘅成年人擔心人工智能普及之後，可能會減少人與人之間嘅互動。呢一點提醒我哋，科技發展唔應該只追求效率，而忽略咗人際交流。相反， AI 應該成為促進互動、加深理解嘅學習輔助工具。事實上，人工智能並唔係用嚟取代人類學習，而係令學習變得更容易接觸、
更貼近個人需要，同時更具持續性。只要我哋能夠保持主導權，以審慎同有判斷力嘅態度去運用 AI，佢就可以進一步激發我哋嘅好奇心、創造力同學習信心。喺數碼時代，真正嘅問題已經再唔係我哋會唔會繼續學習，而係當學習變得更加開放同靈活嘅時候，我哋可以行得幾遠，又可以探索到幾多新嘅可能。而呢段學習旅程，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。